当特务啊，在这埋伏呢？啥事儿啊？就是，昨晚上在这待一晚上，虫子快给我咬死了。对不起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哦，哎，代我向李征连长问好啊！哎，同志，以后有军民联防，再找我。我以前也当过兵，特别喜欢这身军装。这身军装啊，不是谁都能穿的，牛。哎。举手。慢点儿，慢慢来。秦烈，什么情况？3点钟方向，枪声。快！谁开的枪？销售人呢？没看见。对不住。报告完毕。报告连长，老徐说在1.2公里处干掉蓝军埋伏的狙击点一个，击毙坐标手，活捉狙击手1名。让他们别掉以轻心啊，小心漏网之鱼。
老徐说他们已经在扩大搜索范围，狙击手的攻击范围也就这么大了。哎呀，好好的再仔细搜一搜，那车队一出来不就是活靶子吗？跟他们说是。报告连长，找到蓝军俘虏1名，要不要施战？带过来吧。哎，小伙子，叫什么名啊？走，下去吧啊！我时间来不及了啊，我要带车队回去，你在这守着，等他们1分队回来，好吧？啊，是。好，这样，老徐他们回来，让他们重新沿途再搜索一遍，着重注意什么大树底下呀、桥梁拐弯处啥的，小心点，别让蓝军杀回马枪啊！是，连长你就放心吧，走了。老李，我来了啊！怎么样，清干净了吗？应该清干净了吧？我让小分队啊，清饺子都重新下去，这万一别给他们来个回马枪啥的啊！无人机警戒，所有的车辆着火，出发！准备出发！加油！特战队全被咱们给干掉了。什么？2支从不同战区调来的蓝军特战队全被咱们给干掉了？是啊，意外不意外？旅长，政委，这可是在咱们270旅的历史上绝无仅有。这连队刚成立，就独立完成了装备安全拉动、空地协同机动、阻止蓝军袭扰、反制敌指挥部等多科目演习任务。综合测评分数很高。这回战刃连可算是出了口上次在蓝军面前惨败的恶气。不光是从2支不同战区调来的蓝军，还有咱们全军特种狙击手大队的尖子，埋得很深啊。咱们本想是着着实实再给战刃连一个教训，让他们一定牢记安全护卫这根弦，可是还是被他们给端掉了。着实让我感到意外。政委，我可是听说了啊，这个特种狙击手就是被战刃连的夏卓给干掉的。真行啊！看来咱们解放军这个老传统啊，真管用。走，去战刃连。哎，我建议还是别去了，不能老夸他们，鼓响还得重锤呀。你说呢？想一下，冷静。在刚刚结束的导弹装备拉动演练中，大家的表现我十分的满意。我这个连长啊，面子上都有光，还不知道旅长怎么表扬我呢啊！想一想啊，战刃连从成立到今天，已经整整30天了。在这30天里，咱们大家一起经历了很多失败，有痛苦，有汗水，更有成功的收获。总之，咱们大家伙啊，共同努力下，此时此刻起，咱们战刃连终于有了挺直腰杆的底气了。
知道你们不愿意听我说了，让指导员说几句吧。这次拉动，大家各司其职，圆满成功。所以，接下来除了战备值班的同志们以外，老兵们调休3天，新兵们也松快松快。是。好久没有静静地躺在一个地方，好好的看看星星了。哎，梦，你说我们俩悄悄地爬到山上，怎么样？山上的风景一定更好。小主，我真是佩服你的脑筋啊，转速真快。哎呀，山上的景色是挺美。重点是等下班长点名，我们俩不在宿舍，那就是个雷。哎呀，点名，怎么天天都在点名啊？能不能有一天就不点了？我也想啊。小主，回想起来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几个还在网吧包宿打游戏呢。鬼使神差的从网吧出来，就看见了东风快递车，瞬间就跟变形金刚似的，变成了导弹起数。哎呀，那一瞬间，我头皮都发麻。哎，我饿了，要不咱们找个地儿吃夜宵去吧？啊，行啊，啊，哎，今天是不是该他请客了？那肯定的呀。我别的我没带钱，要不你俩帮我你怎么这么抠啊？有钱买表，没钱买笔啊？抠。哎，这什么？不知道啊。怎么还是军车呢？你去看看，走。哎，走。同志你好，这边路口暂时封闭，请你们稍等1分钟。哦。哎，这是整啥呢？这是在……对不起，请您配合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哎，要不然咱绕过去吧，反正也不远。行，走吧。舰长，导条组带来指令，我军扮演的外军军舰现在正收到红方的警告。现在导弹部队正在实行实弹发射演习，我们身处的海域现在正处于弹着区。他要求我们尽快的驶离该海域。这导条组偏心眼儿啊！说好的舰岛对抗，现在却变成了外军袭扰，还让我们骑着红线走。这没什么，马上实施。我们演习既定的 A 计划，迅速的通过 B90海域，左舵3，左舵3，前进4，前进4，全速通过。是。
蓝军可真是够自信的。临近海域还有什么船只没有？根据岛条组的演习规划部署判明，距离 B90海域东南方向50海里，应有远洋货轮和海军的护航编队。根据航线预测，他们很有可能穿越我事先公布的演习区域。命令270旅立即对该海域进行震慑性打击。是。我们还有多久到达临界点？3分钟。3分钟之后，我们就会达到它的演习区域。因为风浪的原因，所以我们穿越的时候大概需要10分钟。也就是说，13分钟之后，我们就会驶入公海。舰长，岛条组发来了演习态势图。按照联合指挥部、岛条组和基地的统一部署，我们拉动的车队现在迅速开赴预定演习区域，在完成既定战术动作和演习科目后，等待命令。这真是，哇！拍两张！哇塞！同志，请不要拍照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啊！哎，请问你们不要过来了，请您后退，谢谢您的配合。退！小主，咱要不撤了吧？别给击毙了。哎，咱还吃夜宵呢，撤。我猜啊，他们一定是在执行某个特殊的任务。哎，我这也是挺好奇的，他们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？火箭军征召宣传片白看了呀？啊，看了呀，可是没写着大晚上会有这活动啊。军民论坛你不研究啊？没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一般情况下，火箭军都是在晚上行进，但是只是路过，从不停留。这不是停了吗？所以说不正常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们肯定是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。发射！哇塞！哎，咱们抄上了啊！报告政委，接到岛条组战斗发射任务。报告司令员同志，我们已经接到了岛条组刚刚发来的命令，请指示。梁克文。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红蓝对抗，没有预设阵地，直接派你们机动外训部队参加演习，有信心吗？有。还是那句话，火箭军没有训练，只有实战，打出去的每一枚导弹都是捍卫国家领土安全的底气。270旅有信心吗？有。接联合指挥部命令，270旅机动部队发射导弹185机1枚，威慑位于东部海域，编号为 H9的蓝军参演军舰，迫使其离开该海域。发射时间为今日凌晨4时10分15秒，火力诸元已经开始传送。现在还有9分钟，时间够用。报告司令员同志，我们的参演发射分队刚刚接到岛条组的命令。他们现在还在城市的街头，5分钟车程外有空阔的海岸，你们加速前进，还有8分半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命令部队全速前进，迅速在空旷海岸开设发射阵地，最大程度避免扰民。走远了！去哪儿？这是？那边是海滩啊！走这边，啊，老板跟上！哎，快点，慢，我跑不动了！哎呀，哎，下属，你慢点，地怎么真跑不动了？我能跑动。哎。慢点！哎，你们都疯了！赶紧的！
赶紧的，这边。啊！哎，站住！哎，站住！你慢点，你怎么跑不动啊？你快点，谁跑得动啊？站住！哎，夏卓，夏卓！号手就位，号手就位，展开身位，全车电源启动。3号，启动指控电源，指控电源接通，电源指示灯亮，启动侧发控电源。1号车请注意，准备加载火力助援，火力助援加载完毕。2号，启动初始对准，启动初始对准，初始对准完毕。导弹起出。那天，所有目睹这一刻的人，都具有一辈子吹牛的谈资。这个世界上，能亲眼看见导弹部队玩快闪，几率大概不亚于在地铁里遇见了外星人。那一刻，我才觉得，毕业了，我或许应该去当兵，或许不用等到毕业。那一瞬间，就想着吧，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不如当个火箭军。结果还真当火箭军了。然后呢，又被送到了这个千里之外的山沟里，一待就是10几个月。想想吧，当时看到导弹车的十字路口，真的是我们人生转折的十字路口。妈，当初是我带着你们来当兵的，你说，咱们老了以后，你们俩会不会怪我？不怪你，怪你干嘛呀？啊，路是我们自己选的，我们就要自己的坚持走下去。反正我再待个336天，等到退伍季，老子一天都不多待。335。哟，都数了呢。哎，行。海主，我突然间想给你唱首歌，我觉得我现在灵感倍增。哦，能不能安静地享受一下这个美丽的大自然？啊，活着不好吗？行，哎，安静地躺会儿。小心，同志们，
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。连帮，到，出来。是。连帮啊，本来啊，这小子跟咱们战刃连没有那么深的缘分，可是他这个人呢，积极努力，就在几天前驾驶员号手测试当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经他个人的意愿，还有吕领导批准，今天连帮同志正式加入咱们战刃连，呱唧呱唧吧啊，欢迎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阿旺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回来。是。行了啊，同志们，几天前就在这里，我跟指导员对大家保持了祝贺，因为咱们在演习当中表现优异，我跟指导员十分的满意。今天把大家再次集合在这里，我吕征对大家只说2个字：谢谢。今天啊，讲一讲战刃连。咱们战刃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哎，特殊在哪呢？除了从全旅各个连队啊抽调了业务精干的老兵士官长之外，啊，剩下的大部分战士都是大学生兵。大学生了不起哦，厉害，学历高，素质高。掌握新鲜事物能力强，学习新技术的速度快。我希望咱们这些大学生兵就把战刃连当成你们各自曾经的大学，把这几位老同志就当成你们大学期间各个专业的教授。相信我，咱们这几位老同志不比你们大学的专家教授差。讲到这儿啊，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。2年前，270西北大漠靶场实弹发射，发射前检验，导弹出现问题，可是毛病在哪呢？谁也不知道。没办法，就把兵工厂的教授啊、各位专家、工程师都请来了，导弹差不点都没拆了，哎，挨个零件反复检查，愣是没找着毛病在哪呢。没办法，旅长啊，给正在外面学习的陈浩峰班长打了电话，命令他火速赶到现场来。报告，讲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哎，我就想提这段，我大老驴啊就爱跟别人讲这段，还不让提。这个陈浩峰班长啊，到达了现场之后啊，当时哎，人家2手一背，哎，围着这个导弹车呀，那么走了走，看了看。你们不知道啊，当时那派头，哎，可比旅长还有那些专家、工程师们牛多了。陈浩峰班长，哎，让1连操作演练一遍，把导弹架竖起来，哎，然后呢，看看这个导弹，听了听动静，哎，当导弹啊还没落下去的时候，陈浩峰班长就找到了问题所在，一下子把问题给解决了。你们可不知道啊，当时可给咱们火箭军呐争脸了。好了，故事呢就给你们讲到这儿了。下面该给你们这些大学生兵布置任务了。以前啊，在咱们部队讲究术业有专攻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下到了连队，这个连队的专业技能，你学好、学懂、学精就行了。至于其他连队的什么专业技术，你不用问，也不用管，也不用学。可是今天，在咱们战刃连这个章程啊，给改了。
咱们战刃连的章程是艺多不压身。什么叫做艺多不压身？嗯？哼，行了，我一个人讲呢也怪累的。这样啊，咱们有请指导员为大家讲几句。好。受连长之托，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艺多不压身，这就好像大家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修学分一样。你可能是计算机专业的同学，但你同样要修马哲的学分。当然，这体育的学分也不能少。咱们战刃连是270旅最新组建的综合导弹发射连。所谓综合，就是门门都得通。想要把弹打出去，就得门门都得精。所以，除了学习本专业的技能以外，其他专业也必须精通。要做到一专多能，一人多技，都得考取资格证。刚才啊，连长给大家讲了个故事，我也给大家讲一个。咱们270旅的老兵王郎永成同志，大家都知道，老郎啊是咱们270旅的车王。这大山讲吧。好，那我继续讲。这大山里的18拐，他师傅转业以后，只有他一个人能把近20多米的导弹运载车给开进来。可是老郎啊，不光能开车。几年前，咱们旅举行实弹发射演练，受蓝军的突袭，他所在的连队只剩下他和另外一名发射号手2个人。同志们，2个人，他们硬是凭着日常多技能比武中学到的其他站位的操作技巧，协同操作，硬是把这枚弹打了出去。这也是咱们270旅的一段传奇。鼓掌！报告，讲。我们需要修几项技能才算合格？全部。关于导弹发射的全部技能都要掌握，从第2专业开始，一门一门学。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明白。报告，讲。我们有多长时间学习？原定给你们半年的时间，可是里面没批准，现在3个月，就3个月。觉得学不会的，有困难的，可以提出申请，离开战刃连，我第一个批准。不。同志们，根据自身素质来选择第2专业，连里会最大化的支持你们，当然也不排除对个别人的调整。报告。这么快？主要有些也看天赋的。报告。万文俊，你选择2门啊？寨主，怎么了？没想好？不，想好了。阵地管理是要跟着王显民班长啊？对啊，这也是第2专业吧？你第2专业选的是吧？你是啥？指挥号手。你呢？报告，我没填，我服从连里的安排。
夏卓啊，我这回是真的想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拜全连都不想拜的风水先生王显民为师了？在这个通道里，还能呼吸到新鲜空气，哼！最重要的是，还能触碰到阳光。哎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只是觉得吧，这是我最好奇和最感兴趣的。你说，这么多人去学开车、学发射，正好风水先生却闲着。哎，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好的机会，趁着这一次啊，可以好好的把这个阵地待机库给逛一逛，搞清楚了。妈，原先我以为咱们战刃连的阵地是最大的，可你知道吧？这儿只是一个巨大地下系统的末端而已啊！你想想，哎，行了，啊，我想什么呀？我觉得你该想想了哈。你说你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就看不清事态呢？啊，你呀，知道的太多了，脱了这身军装，你这辈子也出不了国。我觉得没什么呀，反正在中国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茂，你为什么什么都没选择呢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跟着我，跟着风水先生学阵地管理，挺有意思的。哇，哎，干嘛呢？一说正经事儿就走。班长，在哪儿呢？往前看。你看哪儿呢？我只想知道，为什么是你啊？我是老狼的关门大弟子，啊，再加上在这个地方驾临3年，是吧？现在是静态基础教学，静态基础教学还劳驾他老人家亲自大驾，我教你足够了。你这2把刀还真敢教。2把刀了，哎，我师傅还跟我说了，教别人不行，教你那是绰绰有余，我可是有资格证的。哎，你看哪儿呢你？看一下仪表参数。看什么仪表参数？我让你看哪儿？看前面。你看着哪儿？我什么我？一个基本的动作完成不好，是。联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你？下去，下一个上来。我不跟你学了，我要跟老狼班长学驾驶。欧阳俊，我跟你说，这不是驾校，是。报告，如雷，是。班长，我简单讲2句。好的，你说。来，你们啊，首先要搞清楚了，你们开的到底是什么啊？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汽车，这相当于是在公路上开火车，在马路上开轮船，啊！你们身后拉的是一整排联排别墅，可它的价值可不止1排别墅。所以啊，一会儿上去之后，都严格听从我的指令，一个2个的，都别3心2意的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吗？是。李烈，走，上车。是。
说起来我都懒得痛痛你们哥们几个了啊，就是叛徒。哎，咱们说好了是不是？406的哥几个一起混到退伍，然后荣光神退。啊，你看现在就看你这架势，准备扎根长干了。哎，哦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去搞个脱口秀。我是那么没节操的人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人卖艺不卖身。我现在就是那个王八哈，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了，绝对是啥也不学。那你来战人连干嘛呢？呀，这不是你我的实力在这摆着呢吗？猫啊，你要不直接跟连长说得了，你不想在这儿待。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，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墩，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